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6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但以理书第1章第1到21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。今天的主题是尊主伟大。尊主伟大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最令我们尊敬的事情之一。在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里面这样讲到，他说 My soul glorifies the Lord， 我的魂尊主伟大。接续的一段经文这样翻译说，And my spirit rejoice in God my Savior。 他说我的灵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里面喜乐。尊主伟大是要从心里面来开始做起，好像我们必须要用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样。耶稣基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中谈论到敬拜上帝的事情。耶稣基督说，妇人当信我，时将要到，那个时候你们不会在这个山顶上，也不会在耶路撒冷敬拜父。你们撒玛利亚人敬拜你们所不认识的，我们犹太人敬拜的是我们所认识的。因为拯救从犹太出来，不过时要到了，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父的人会用他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因为父爱这样的人来敬拜他。上帝是个神灵，敬拜他的人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从心灵从心底尊主伟大。但以理书记载了但以理与他的朋友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王室和贵族里面的年轻人，并且呢，他们没有残疾，他们英俊，他们聪明，他们学识丰富，他们才智过人。因此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以及亚撒利亚，他们几个人就被留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。他们在巴比伦王宫内受训练，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，并且可以享用王宫中的食物和酒。接受训练3年之后，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来公职，来服侍。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，哎呦，他们不错啊，他们非常受到重视啊，他们受到很好的款待呀。可是但以理他们并不以为这些物质的享受作为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，或是这样就满足了。因为他们从心里面开始来尊主伟大，而不是以享乐为目的。因此尊主伟大的心使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情，他们将上帝摆在他们心中的首位，而不是丰衣足食。但以理书这样记载，但以理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，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。于是他请求雅施比拿帮助他。
上帝使亚斯比拿同情但以理，可是他又怕王，所以对但以理说：王已经规定你们的饮食，如果你们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健康，王会砍了我的头。于是但以理去见亚斯比拿所派来管他和其他3位朋友的守卫，对他说：请你让我们吃蔬菜，喝白水，试试看10天以后，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比一比，然后照你的观察做决定吧。守卫就答应他们，让他们试10天。10天过后，他们看起来比所有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更健康、更强壮。从此，守卫就让他们只继续吃蔬菜，不吃王所配给他们的食物。上帝使这4位年轻人通各种文献和学问，又赐给他但以理有解释异象和梦的才能。因为他们尊主伟大，上帝自己就出手帮助他们去解决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。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敬虔，上帝就赐给他们属于天上的智慧和能力，来面对所要遇见的问题。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的提问，并且得到了赏赐，得到了解答，一直到亚述帝国打败了巴比伦为止。玛利亚领受了上帝透过天使预言耶稣基督降生之后，玛利亚领受了上帝给她的呼召。虽然她领受这个呼召后，就需要面对社会的压力，就如同但以理他们当时候一样，但是玛利亚却仍然是从心里面尊主伟大。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1章第46节到15节，就是在玛利亚跟但以理他们一样，在面对社会压力之下所用的这个尊主颂，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敬虔。玛利亚赞美说：我心尊主伟大，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。从今以后，万民将称我为有福，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。他的名神圣，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，代代无穷。他伸出全能的手臂，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寂寞。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，他又抬举卑微的人。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，叫富足人空手回去。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，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。他顾念亚伯拉罕，向他大施仁慈，并且给予他的后代直到永远。当我们在面对压力、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是以批评、恶斗来回应呢，或是我们会以敬虔、赞美来表达我们愿意从心里面活出我们尊主伟大的心志呢？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样呢？
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。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平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网罗，网罗破裂，我们得自由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求主帮助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不因此就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耐心，让我们能够愿意坚持相信，全心依靠，愿意尊主为大，愿意顺服上帝。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